上條片咧就帶大家睇咗崇光感謝週年慶，好多限定價格嘅家品同埋電器，唔知大家買咗啲咩戰利品呢？今次我又出動帶大家咧行勻晒銅鑼灣店同埋啟德店，幫大家搜羅一啲抵買好用嘅產品，仲會率先透露崇光感謝週年慶 Part 2嘅購物禮遇。想知嘅話咧，就跟我一齊睇落去啦！Osim U Dream Pro 升級享受呢一張咧，佢唔係按摩椅，佢係養生椅。佢獨有壓力測試之外，仲升級一按五感情景，幫你日日轉換心情。喺屋企想隨時有升級享受 ，Fanful Weeks 期間仲有重量級優惠。Sealy Grand 系列嘅專櫃舒適床褥，佢有 Align Support 嘅專利彈簧，佢個感應力同埋承托力咧，都可以令我哋瞓覺嘅時候咧瞓得更加舒服嘅。佢嘅感溫布料咧，可以自動感應溫度變化，適當咁樣幫我哋散熱同埋降低濕度，有助維持常溫同埋乾爽衛生。DeLonghi 全自動咖啡機，佢最特別咧就係5分鐘之內咧就可以享受到一杯冷萃咖啡。佢仲預設咗多過50種冷熱飲品程式。Fanful Weeks 期間買佢咧 ，Sogo Rewards 會員可以享有合共20倍積分。各位長頭髮嘅女士咧，呢個真係特別啱用。佢就係 Dyson Digital Slim Submarine 輕量乾濕全能洗地吸塵機。佢最耍家嘅咧就係可以快速吸除毛髮，唔會纏埋一堆。Fanful Week 期間買咧，仲會送 Submarine 洗地滾筒一個。跟住咧就到孖人牌嘅呢一 set 鍋具套裝。孖人牌嘅鍋具咧出晒名咧就係唔黐底，容易清洗。佢嘅塗層咧係用咗唔會對人體有害嘅物質，安全環保。升級版鍋底直徑比上一代更加寬闊，容量更多，煮起嘢食嚟咧就更加方便啦。同埋佢呢一個鋁合金輕量鍋身，清潔嘅時候咧就更加方便啦。跟住就到飛利浦呢一個純正冷熱製冰飲水機，部機最大嘅賣點咧就係可以整冰水。我哋而家試下先，嗱，5度150ml。佢嘅過濾系統咧係可以有效濾除110種細到0.0001微米嘅有害物質，為你同屋企人咧帶嚟潔淨爽口嘅飲用水。呢個咧真係唔好錯過，頭30個買咧仲會送埋呢一個濾芯。Fanful Week 梗係要去睇床褥啦。好啦，跟住落嚟咧就到席夢思嘅呢一張 Bed Care Moon， 佢係日本製造，有獨立袋裝彈簧技術，提供一個好好嘅承托力，咁每晚咧就有覺好瞓啦。另外咧，佢係用咗一個濕度調節纖維，啱晒香港潮濕嘅天氣，可以幫我哋晚晚咧都保持住乾爽舒適。床褥驗證受壓負荷力，經240磅重力嚴格測試，質量同埋耐用性咧都係有認證嘅。Samsonite 係我最喜愛嘅行李箱品牌之一。呢款行李箱咧，佢係採用咗突破性嘅 Samsonite Curve 物料，結合工業風格同埋大容量嘅方形設計，以及極致輕巧強韌嘅特性，絕對係現代都市人出行嘅首選行李箱。最重要嘅係，佢仲有10年全球有限保養。中意充滿儀式感嘅廚具咧，就一定係 LC 啦。你睇下佢嘅顏色望落去幾醒神，煮嘢食咧都開心啲啊！佢入面嘅飾面咧，令到食物唔容易黐底，亦都能夠輕鬆清理。梗係唔止咁少啦，仲有啊！中意飲鮮榨蔬果汁、沙冰豆漿嘅你咧，可以考慮入手 Hiram 嘅冷壓慢磨果汁機。佢啲配件簡單，唔需要更換濾網，清洗亦都非常方便。
啲蔬菜生果咧唔使切成嚿放落去咧都可以。低噪音電機壓磨蔬果汁咧都可以保持安靜，佢仲要係韓國製造嘅添。最重要係喺佢冷壓慢磨嘅時候咧係完全唔會產生熱力，咁所以咧蔬果汁嘅營養咧就可以好好保留啦。呢個我識睇。但係咧，中意收藏精緻擺設嘅咧，就可以考慮 LALIT 嘅呢一款擺設。喺中國傳統文化之中，生肖馬象徵住自強不息嘅奮進精神，更承載住馬到功成嘅美好祈願。呢款擺設咧，可以陪大家迎接出年2026年嘅生肖馬年。提大家，而家購物滿額咧，仲會有額外優惠。即日起至11月23號期間，凡喺銅鑼灣店9樓至到蘇高 Club 13樓，或者喺啟德店7樓至9樓，單日消費滿500蚊，即可獲贈禮品換購券，同埋崇文堂書店30蚊現金券一張。預告定俾大家知 ，Fanful Week Part 2買嘢一樣有着數。優惠2喺11月10號至到11月23號期間，凡喺銅鑼灣店9樓至到蘇高 Club 13樓，或者啟德店7樓至9樓，單日消費滿1000蚊，即可獲贈100蚊現金券一張。數量有限，先到先得。仲有優惠3喺11月10號至到11月23號期間，Sogo 會員喺銅鑼灣店9樓至到13樓，或者啟德店7樓至到9樓，單日消費滿500蚊就可以去指定樓層玩1標入屋遊戲一次，仲有機會贏到電子現金券10蚊或者20蚊一張。每人每日可以玩一次，仲唔快啲嚟挑戰下？